气团的影响，今仔日平地上嘅温是云林高溪7度1，下暗到明仔载，嘛有可能无到10度。民众党李金秀女士头届伫立法院会登记发言，议长韩国瑜特别甲鼓励，予伊感动甲流目屎。新竹警方伫台北头前溪查到制毒工厂，阁掠到3个嫌犯甲大量的毒品，专案照毒品罪起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这新竹的竹北甲新丰地区，最近是传出有这犯罪集团透过制毒工厂，做出大量的毒品、咖啡包、甲粉等等，而且因搁伫咧线顶咧卖。这警方落尾是伫咧竹北的头前溪附近的一个较压贴的所在，当场去查到这个制毒工厂，而且也掠到3个嫌犯甲毒品，即马专案是照毒品罪起诉。警方爬过铁门真无简单，才入去工厂内底，现有掠到涉嫌制毒的嫌犯。办公室门口阁藏有嫌犯想要发财的装饰品，不过想要靠卖毒赚钱，真正是害别人，嘛害着家己。甲嫌犯拗到边仔的货柜，利用家私将门弄开，警方也伫内底发现大量的毒品。竹北警方早线报，讲有人伫竹北新丰地区制毒，经过追踪，查到制毒工厂甲仓库，当场掠到3个嫌犯，各上千包的毒品咖啡包，以及900万的现金，甲专门用来上毒的车辆。本分局接获线报，以刘姓、黄姓、叶姓犯嫌3人为首的贩毒集团，在竹北市新丰乡等地贩卖毒品 K 他命、彩虹烟、毒咖啡包等，谋取不法利益。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新竹地检署侦办。警方指出，嫌犯利用网络伫线顶卖毒，佮利用古锥的造型包装，引人来买毒。抓到制毒集团了，专案小组会继续追查毒品原料来源，避免毒品进入社会，危害青少年佮大众。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伫高雄市呢，有这南无会馆是安排5个公馆伫咧路林跳舞翕影片咧宣传。警方表示讲，这款行为呢无经过申请，这是依法会当罚500块的。另外，伫咧前镇区呢，有一间百货公司是来办演唱会，请真侪少年人透暝来排队，甚至搁困伫咧人行道。警方表示讲，若准是无申请，安尼同款是爱罚钱。用这阵伫网络顶管加唱的歌曲来跳舞翕影片，高雄市区一间南无会馆的员工选伫车辆来去的6合2路跳舞翕影片，要替会馆成人气。影片放去网络，遂引起讨论，有超过300万的观看人次，随帮带来宣传效果。不止个即摆警方讲，翕影片的人无经过申请，但司机伫咧车路跳舞会影响交通安全，会依法罚钱。有民众看到影片嘛认为真正无妥当，是有点危险。怎么说？因为有的人骑车就是没有在看啊。行人于交通频繁之道路嬉戏，处新台币500元罚款。马路车流多且环境复杂，并非个人秀场，切勿为了网络点阅率而在道路上冒险。毋但车路的安全袂当凊彩，高雄这间百货公司附近的人行道，嘛因为办演唱会出现排队的乱象。演唱会13暝才开始，有真侪少年囡仔已经透暝来排队占柜，有人举机啊、放纸批，有人搭布棚，甚至有人是直接困伫咧人行道。现在警方就讲，若是无伫咧申请的范围内，无论是人还是物件，只要占用人行道，都会罚钱。有专工陪囡仔来参加家长嘛，真无认同安尼排队。有一个区域可以排队，然后是规划好的，能够有遮蔽物的，也不用这样晒太阳，甚至是可以规定不要在前一个晚上，你隔天的早上，你例如7点8点你再来排队，也不会有半夜露宿街头的问题。除责令行为人及时停止并消除障碍外，处行为人及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主办单位活动申请的范围是毋是有包括人行道，不止个人行道，也是爱留个人好行路，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郭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受到这冷气团的影响，台中的武陵农场呢，今仔日透早是降到-0.6度，在园区内底结树霜，声真侪人去到遐翕相。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这平地上低温是透早差不多5点左右，是出现伫云林的高坑，干那7度一尔尔。仅还阁有12个县市是发布低温特报，而且下暗到明仔载，甚至是无到这10度的。还蛮长的，还蛮漂亮的。银色的冰条金丝丝，看起来是水当当。另外一边，阁有冰晶结的网仔，都亲像梦中才会有的场景。台中武陵农场13日透早出现这款的景致，互真侪游客是真欢喜。掉下来的碎冰，以及上面的冰柱。我们还头一次来武陵来碰到这个，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好。都蛮幸运的，蛮幸运的。游客来到这，就连水桶都有结冰。武陵农场表示，虽然已经春天，不过3月山顶也是有机会出现低温。亲像13透早的气温敢若0.6度，不过日头出来了后，气温又搁升10外度。为了保护农场的压产系统，农场有泉水，所以外制作出这款的美景。这也是为了预防浇灌系统的一个结冰，所以预开了这个浇灌系统的一个喷洒系统。那当喷洒系统遇到空气中的一个冷空气，所以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冰的一个奇观。原来根据气象署的资料，13平地上低温出现伫云林高坑，伫5点19分，敢若7.1度。原来冷气团的影响也甲辐射冷却效应。透早和暗时，天气拢会寒甲4准。气象署伫13透早也继续针对1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北部的平地大部分的区域都是有发到低温特报，另外在中部比较近山区的区域，然后以及山区还有宜兰以及花莲都是低温特报的影响的范围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样子低温的状况。气象署表示，这2天有关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虽然未来1礼拜拢是稳定的天气，不过温差真大，尤其日时温度会升上来，中南部可能会到25度到26度以上，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搁过1个月的时间，这云林的蒜头就会当收成啊。也毋过最近呢，所有在地农民反映讲，这蒜头要结做球的时阵呢，受到病虫害，所以结果呢，这结出来的球是敢若用过的一半尔，也就是讲，这产量可能嘛是敢若剩一半。即马当时要防疫单位呢去会勘，初步认定是一种互人号做是红蜘蛛的这个虫架起的，目前已经加强防治。云林土库的农民将当日发的蒜头挽起来，目前蒜头敢若细细粒啊，不过叶仔拢已经打起，无法度搁食日头光继续成长。农民就讲，原本搁1个月就会当采收的蒜头，最近却一直发现染到病虫害，未来收成恐惊无到5成。红蜘蛛的情形就是讲，咱即马起来伊袂发啦，袂发打死伊袂大粒啦。蜘蛛类伊会去吸一叶之意嘛。4月之意的时阵呢，不只蒜长细去，而且伊阁袂结头。农民表示，今年天气向反冷反热，地属真侪山区的蒜头结球袂大，即马又搁撞到病虫害，恐惊会互蒜头产量收成减少。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表示，接到农民通报了后，有邀请相关的单位来勘查，初步认定是病虫害所影响。会同台南改良场及台大植医那下乡现勘的结果，初步判断是属于叶螨及蓟麻等综合性病虫害的问题。那防疫所已辅导农民安全用药及适合的防治作为。县府目前已经透过各乡镇食物医生、农会进行各乡镇区域蒜头种植状况的调查，初步认定最近的病虫害是属于南山的个案，不过会继续追踪辅导甲防治。那后续有区域性的蒜头灾损状况发生，会搁再研究相关的对策来应付。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对台湾销去到日本的米呢，这数量是加3.2倍，超过12000吨，嘛是咱头一届用台湾米的这个品牌出现伫日本的超市。这农业部呢是透过各种外销的奖励措施，帮助农民行向这高品质的市场。嘛，望讲今年会当继续来提升这外销的量，也毋过有部分人民呢是认为讲这继续有关是关键。
日本超市货架顶米差不多红扫了了，店头家限制每一个家庭敢来当买一包。这几年日本国内面临白米供应无够，即马开始台湾米有外销的机会。农林署指出，2025年白米销去日本有12538吨，比前一年成长3.2倍，是头一届以品牌放伫超市伫卖。零售市场、超市里面可以用台湾米的这个小包装米。上到他们的超市，所以消费者直接就可以接触到台湾米。现在是首次我们有品牌上他们的通路嘛？对对对。日本沖縄话出名连锁超市顶个月打店长系列影片，台湾米有翕到，嘛营造店外消费者想要抢买的气氛。农林署指出，外销日本爱检验超过600种农药，爱开真侪钱，政府补贴一半的检验费，各加外销的种劣质的措施，鼓励销去高级的市场。不过到日本，唔但爱比品质，更加爱比价效。他们希望说，可以拿到的是一个好的米，新鲜的，又平价的。如果价格都一样，他们一定用日本米，不会去采用台湾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国内出名有机米银川原来有真少量销去日本，不过主力也是放伫国内市场，嘛有开发出各种米的加工品，希望提高个人米的消费量。负责人讲坚持用国产的有机食材，虽然日本原来有介意米做的米，不过介绍较歹吹潮。米面条很喜欢，但是他希望我们台湾的品质，然后泰国的价钱。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比较做不到了。外销只是一部分，主力还是希望台湾是。对。日本伊家的国产米真丰盛，也是台湾米的品质有够好，不过介绍无差偌济，安尼消费者也是会选日本米。但是要比介绍，可能较输美国甲东南亚，要开拓市场，佮维持久长的生理，挑战未细。农林署是讲会持续辅导外销日本，今年会继续向15000吨来拍拼。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大声来关心的是，这伊朗新上任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其实一直拢无公开来出面。这回伊是头一届出声，表明会继续来封锁荷姆兹海峡，而且伊也要求这附近的国家，甲境内的美军基地拢甲关起来。مسدود کردن تنگه هرمز باید استفاده شود و در مورد گشودن دیگر جبهه‌های آسیب‌پذیر دشمن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宣布新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伫咧空袭当中死亡的哈米尼第2号生穆吉塔巴的声明，要求附近的国家甲区域内底的美国基地关起来，愈近愈好。تا به حال فهمیدند که ادعای برقراری امنیت و صلح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دروغی بیش نبوده است。穆吉塔巴自战争以来，直直拢无公开出面，风声伊骹腿受伤，而且秘伫咧秘密的安全基地。伊朗驻突尼西亚大使伫咧突尼斯一场记者会有讲到伊的状况。يمكن في شوي شو اسمه في جراحة يمكن طبيعي. אבו באשל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א אינו יכול להראות את פניו בציבור. 伊朗当想要利用对全球经济造成大冲击这件代志，逼美国甲以色列停止行动。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朗其实早就已经互毁掉，也毋过也是承诺会完成任务。伫咧社群媒体大文，确保伊朗袂发展核武，比油价大起还佫较重要。石油起价咱趁愈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看到即马这中东的战争是拍正咧，即马呢这原油的价销一桶差不多是100块美金。真侪航空公司已经宣布这飞长途的机票已经要来起价啊！也那美国政府呢，即马为着因应，所以有暂时来放令对罗西亚石油的制裁。也那另外一边，这欧洲甲亚洲呢，是有民众因为这能源价格数起价，惊上价头抗议。美伊战争造成航运封锁，互全球能源的价小贵三三。美国财政部12宣布，为了确保全球能源稳定，会暂时批准罗西亚做能源相关的金融交易，来消透供应的压力。英国首相史凯尼嘛去北爱尔兰视察，伊讲能源的成本已经加做家庭重要的负担，政府当咧密切关注保持温暖用油对家庭的冲击。I've asked the Treasury Minister to talk to the executive here about particularly the heating, oil-based heating in homes, and how we can coordinate our response to this because of the prices increasing because of Iran, and get our arms around that. 几啊千个劳工行去街路，还佫有人挂低的面具来敲洗资本主义。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民众抗议因为能源欠缺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示威者批评政府减少补贴，计划性延后退休的年岁，让百姓的生活愈艰苦。
面对地缘政治引起经济无稳定，民众是真不满，要求政府爱先顾人民的生活，不是追求外交的策略。Et on a besoin de pouvoir avoir des loisirs, avoir des occupations extérieures. Et si tout commence à coûter au niveau de la vie de manière générale, on va devoir réduire à un endroit et ce sera généralement dans nos loisirs. Et c'est pas une vie malheureusement. 亚洲国家嘛展开紧急的措施，南韩政府宣布，为这礼拜5开始，国内石油产品实施上悬的计销的制度。亲像汽油一日是1724韩元，差不多台票37块，嘛禁止囤石油产品。另外，包括法国航空、荷兰航空在内几啊间业者，因为袂动力燃料成本的负担，远途航线的票价已经起价。纽西兰政府考虑重新启动法规，限制民众赛车。澳洲政府嘛宣布暂时放零汽油品质的标准。Today I have decided to relax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Fuel Quality Act, Mr. Speaker, when it comes to sulphur content on a temporary 60-day basis. This will see 100 million litres of fuel extra flow in Australia a month over that time. 在印度甲尼泊尔，因为雅素欠缺，甚至互真侪餐厅都要重新用香茶来煮食，菜单的品项嘛减少。即马中东的战火看到也未要结束，这场为能源水路引起的全球连锁反应，当咧互各国的政府伫咧通货膨胀的危机甲外交立场之间，做出更较困难的决定。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即马这国际油价呢，一桶是差不多100块美金，所以讲这后礼拜咱国内油价敢会对得起咧？经济部是回应讲，目前呢，其实咱国内这库存拢还阁有够用，也若政府也有稳定计销的机制。毋过即马这国泰航空呢，已经大声宣布3月18开始，这附加费要来加扣啊。专家社来有个讲，这国际油价呢，若准一桶是起到150块美金，安尼恐惊是会出现程度性的通货膨胀。中东战火继续影响国际能源，13国际布兰特原油计销搁捌飙起哩一桶上悬101.7块美金，西德州原油搁捌一桶起到96.71块美金。国际油价是直直升起哩，外界关心，这礼拜国内油钱整体调幅5%，后礼拜油钱敢会继续起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起的幅度应该未比这礼拜更加多。如果是长期维持高位在联动的话，那即便是有弹性机制。那相对那个弹性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运费高档就会维持物价，就会推动物价上升。也就是说，在信心崩溃、物价上升的前提之下，我们就有机会进入所谓的停滞性通膨。缓涨的机制跟特殊时期的一些所谓的专案平稳机制，持续来了解国际油价的一些变动的部分，来做其他有相关的一些缓涨。经济能源署回应，华南国内能源天然气存量在100缸以上，石油超过90缸，煤炭30缸。目前存量也有够，国内油钱除了用双元起的机制，佮启动特别平稳机制，目前是政府吸收6成，每礼拜拢会进行检讨。虽望讲中油油价会当用政府的机制来平稳吸收，不过民营企业已经挡袂牢，就先起价啊。国泰航空宣布，因为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的油钱自3月开始就已经起码1倍，18才开始起燃油附加费，短、中。长途航班拢起价，以长途航班起上济，为港票569块起到要1164块。因为国内目前以天然气发电较济，不过拄到进口国家卡达停止供应，外界就烦恼讲，敢会影响国内电钱呢？政府还是希望不要对物价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我是认为这一次电价不调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高啦。中东的战事唔但互全球能源供应淡水泥，嘛互股市大冰车。13大股开盘，各落买500点到33000过13点。台积电的股票上价阁跌落去1840块，跌45块。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界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众党李正秀女士呢，今仔日是头一届在立法院会当中登记发言，伊是为着开案来出声的。这立法院长韩国瑜是特别伫伊发言进前，鼓励伊都要好好拍拼，甲台湾民主这个招牌甲切互光。结果李正秀是感动甲流目屎。忘记我不知道要抽签。对流亭无声息，赶紧个走出来抽签。民众党立委李正秀13早起第一遍伫立法院国事论坛台顶发表演讲，有淡薄仔紧张。伊主要是讲到开案件加儿童虐待事件。立法院长韩国瑜伫咧伊发言进前也特别勉励伊，这一路行来风风雨雨，真无简单。你即将要第一次登上发言台，希望你好好认真努力，为台湾民主擦亮招牌，为广大人民来努力的贡献。祝福你，台湾的主神妈祖保佑你。身为5个孩子的妈妈，
每当社会发生虐童案，我都痛心不已。尽管施虐者已经接受司法审判，但本席仍然要提醒行政院，应该充分检讨制度疏失。李金秀认为，开解案看出政府出养制度的缺失，政府就要辨识并且剔掉无适任的名目，才能提供儿童完整的保护。更加重要是，社会安全网的支持系统，主管机关对资讯的及时掌握，应该有良好的沟通管道。国事论坛结束了，李金秀特别去找韩县长表示感谢，情绪淡薄激动。委员是院长有给您鼓励，所以你现在是深受感动吗？对，谢谢。因为刚刚院长讲，其实我前面就想哭了。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批评，韩国瑜协商的过程是为了要放水。行政院强调，一旦提到国家机密的立委，资格袂当不平。李正秀委员似乎刚刚在议场上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但我要说，李正秀带给台湾社会情绪的波动是更大的。台湾人不容许一个违法的人来担任国家的立委。林女士她的资格状况不明，但是拿到国家机密的立法委员的资格不能不明。那么行政机关呢，一切都是依法行政、依法办理。行政院表示，李金秀资格状况不明，希望立法院量早行使中选会临时动议权，赶紧解决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日也来进行这中选会人事动议权案的这个投票，其中被提名人游英良呢，是因为在去年大罢免的时有批评民进党真侪届，或者党内是有一寡声音。那干事长曾水雄，伊是强调讲，这执政党就爱展现监督，所以7个被提名人呢，拢会予伊同意。那国民党团是表示讲，会支持拿病赢推荐的3个人选。立法院13表决中选会人事动议权案，针对政府主委甲5位委员，计共7位的被提名人。民众党立法院党团透早特别召开记者会，表态因规团会投共款的，不过无讲到底同意啥人。中选会的正常运作、独立运作，本来就是我们所应该要求的。中选会目前敢若剩4位委员，规定搁增加1人就会当开会。那行政院去年12月将名单送去立法院，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伫党团大会了后表示，除了同意拿被推荐的人选李立忠、苏家宏甲苏子乔，对于主委的提名人游英良是无意见，不过无同意副主委的被提名人欧朴宪，因为他现在不是民进党籍，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他不是像李进勇一样，只不过是为了去当中选会的主委。然后呢，就暂时的这个脱离党籍，这也考验着民进党这个政党或者他们的民意代表能不能够把中选会视为一个独立的机关。拿着赢，虽然表态会对全部的提名人拢同意，不过有党内立委对游英良过去批评民进党的言论真不满，党团大会也一句来一句去。英系这边是不是对游英良这个人是有点维持呢？袂啊，阮党团有做决议啦，系啊，大家虽然有看法，不过党团的决议，咱大家就是照决议来进行。游英良先生啊，那当然，那过去对民主进步党有很多的批判，那甚至于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啊，常常啊，也有一些听起来啊，这个耳朵就是不是很悦耳，跟在野立场当然会有所不同。那这一次啊，我们就在整个中选人事同意权的部分呢，我们执政党也必须要展现一定的一个高度啦。那我们先释出善意啦。干事长曾水雄背回讲，无外界所讲的唔甘愿嘛是投票的代志，强调党团的成员提出家己的意见，不过也会体谅甲团结，会尊重独立机关的公正性。记者综合报道。看到这立法院呢，是伫咧内底来讨论中选会的人事同意权，一寡小党的上司嘛伫咧外口咧抗议，因是认为讲目前这选举的制度甲政治现金等等的运作，其实对小党也是讲一寡较无资源的参选人来讲是较无公平的，所以呼吁中选会这新的委员都爱推动改革。中选会人事案引起外界关注，时代力量13透早也和台湾基进、台湾立党小民参政一寡小党的机关参选人共同召开记者会，批评现在选举制度和实际上有真大的落差。有时代力量的机关参选人指出，照现行的规定，
直辖市长活动宣传敢若15天，立委、县市长期权敢若10天，里长敢若5天。不过现实的是，政治人物拢会提早几个月开始走行程、挂广告，呼吁中选会爱延长宣传的时间。现在其实是选举距离已经快将近几个月前，但是很多的看板、很多的宣传车其实都在路上跑，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法规跟我们实际的选举实务是不合时宜。也有小党的参选人批评，即摆选举选到尾啊，会变做讲愈有钱的人愈有机会互选民熟悉。这个小党议员参选人也呼吁，选举的经费应该爱透明化，选举的钱是对倒位来的，是家己出的，也是政治现金，拢爱公开。另外，虽然选罢法有规定竞选经费有相关的金额限制，不过若是超过，也无处罚的法律。以台湾人的投票模式来说，我们会习惯投给我有看过看板的人，他看板挂很多很多，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贤与能了，我们会变成选钱与能。竞选的经费可以透过自掏腰包的方式，规避政治现金的审查，在合法合规的情形下，变成金钱政治的玩物。目前法律的规定是伫投票日了后的3个月内爱申报政治现金。监察院经过6个月整理了后，对外公开，但是立党认为事后监督效果有限，也真歹及时防止不当的交易。这拢需要改革，要求中选会爱重视。记者陈选林巧凯台北报道。这几冬来，这气候的变迁呢，互台湾这雨水的分布是愈来愈无够平凡。尤其云嘉南地区呢，这平原的灌水是受到真大影响。即马农业部是来推动云嘉南灌水这系统串接的工程，其中北港溪这稻作工程呢是上界关键的，甲落水溪、甲展文乌山头水库拢甲连起来，方便以后这云嘉南水资源的调度。来看这现场的画面。那么用珍珠串计划，多元的开源，另外佫用科技造水这3项方式，加增加120万吨，一天加增加120万吨。农民要用水袂欠款，民生要用水袂欠款，产业要用水袂欠款。这农业部是表示讲，这个水利工程呢，会当为云嘉南地区一冬会当增加7000万吨的这个用水量，甲会当保障咱的农业用水，也有国家的粮食安全。另外，这赖清德总统伊嘛表示讲，全国性的水利工程金主破链的这个计划，即马嘛正咧进行。若准5冬后顺利完成，安尼一天会当增加120万吨的用水，希望会当确保民生产业拢会当愈来愈稳定。另外，再来看这宜兰的是有天然气的业者，甲县政府申请要伫宜兰市甲罗东镇来设这天然气的事业。县政府虽然讲依法公告，不过呢，煞引起这未驾驶的业者的不满，昨是去到县政府来申请，希望会当维护因的工作权。这阵汤庄雅士业者集合了，到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递交订正书，要维护因的工作权。因为有天然气业者向县府提出申请，希望在宜兰市罗东镇设天然气事业。县政府依法公告，不过若是天然气来到宜兰，汤庄雅士业者生意一定会受影响。雅士工会质疑县政府公告了，无发函予工会，也无办说明会，敢是要互相作业？实在是，互阮这个时间真无充分去做一个心理准备，要安那甲恁讲。为什么会有独占事业呀？只有这么一家。由汤庄雅士业者质疑，报告一间财团在宜兰经营天然气是独占事业，质疑县府甲天然气业者官商勾结。伊即摆是伫公告的阶段啦，咱未来意见表达的阶段，当然咱公告的阶段，大家嘛会当甲县政府来表达意见。一定是用天然气较方便啦。不过我们已经很习惯用桶装瓦斯，再来就是安全问题。天然气来到宜兰，由民众认为正好，因为因感觉汤庄雅士会有上雅士的出入厝内，也个无所在藏的这寡问题。县政府强调，即马即个一间业者申请，才会依法公告。案件新批准，则由经济部决定，并不是宜兰县政府，所以无互相作业甲官商勾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健身房自有重量的放门馆呢是无张持安尼关门，引起劳权甲消费的纠纷。业者有发公告，讲这健身房其实并无消失去，因是当咧找这新的场地，另外也会处理这退钱的案件。即马消保官呢已经去稽查，若准有发现违规，安尼是依法甲业者罚30万；若准无改善，安尼也会连续处罚。伫健身房外口看来看去，找无入口，铁门规个拖落来。壁顶打广告，敢若讲场所涉入民事纠纷，已经向强制执行，任何人袂当黑白出入，若无会有刑事民事责任。我住这附近，我知道这边有一间健身房，我本来想来看一下，这可不可以临时运动？我想说是可能太早了，还没开。有民众头一届来遮想要运动，煞袂当入去。雄雄天业的场馆伫台北市北门，即间自由重量健身俱乐部，主打免签契约，按分钟来算钱。毋过袂少会员甲教练，才打纳钱无偌久，即马煞袂当入去。突然关掉有点奇怪，因为前几天还可以运动，这样应该是1个月前吧，大概1000块左右。在这个地方教了大概3-4年的时间，我是完全没有地方教。礼拜2的晚上我还在这边教课，隔天早上是我的学生就跟我说：“以后不能在北门这边上课嘞。”我会想说你们胡说八道，我觉得蛮可惜的啦，有点那种断崖式分手的那种感觉。这个健身房的业者，从2021年开始就涉嫌欠厝头家店租，就算后来有付一部分，毋过拢无纳清，累计欠520多万，所以厝头家才会提早结束合约，提告要求伊就要搬走。目前扣除押金了后，欠的租金还佫有480多万。后续将正式行文通知业者到府说明目前财务状况、未来营运规划。业者如有规避、妨碍或拒绝之情事，市府将依消保法第57条规定，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消保官接到消息，已经派人去稽查，后续会通知业者来说明，嘛提醒会员会当甲分开银行直接申请征期缴款赔付，或者是甲法院申请合法支付命令限汇款约。打电话互业者到今也联络袂到，敢若伫咧社群铺文回息咧，强调健身房并无消息，当咧找新的场地，已经有开来的群组提供退费的管道，毋过健身房向关起来。到后续的处理，业者相关的作为拢防指控伤过消极，嘛互袂少消费者看了拢惊一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为着要来抢救这单基路旧厝的草干仔树，也个温州街52项的老树，有一寡护树的团体呢是去抗议，讲这个大树已经超过50吨啊，这是袂当刷走的。也毋过所有权人台湾大学呢是认为讲，若准根据这航照图，其实根本无法度看出这个树啊超过50岁。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护树团体伫台北市政府头前树这条橄榄树，因要为保留树桩车名，歌手济有第一届树这条橄榄树，就是伫伊个老师陈基禄的古厝。现在陈基禄的古厝去互代代拆掉，古厝附近的18丛大树也偷偷互代代移除。这两片空地原本有18丛的大树，互代代处理掉7丛，所以剩11丛。护树团体是认为讲，这11丛拢应该保存落来，因为因遮的树龄拢超过50年。照目前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若是树仔直径超过80公分，树围超过250公分宽，加上树龄超过50年，符合这3个条件，树仔就要受到保护。市府表示，原先代代移除的7丛拢有符合规定，若剩落来11丛，就要等护树团体提出树龄的证明。无可能讲去后做甲树仔撤掉，爱看伊的年轮嘛，所以讲阮一定是用一寡相片啊、航照图啊来佐证讲这个树仔有超过50吨。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是从1945年就存在了。访问的高前里长，他的儿子现年已经65岁。他在5岁的时候就吃到感染了哈。面对抗议，代代是回应照航照图真歹显示一寡树仔的树龄，而且推测橄榄树是1990年才有的树仔，也未满50年。文化局也召开树保委员会，审议这的树仔敢有符合保护的资格。会议结果伫1礼拜了后就出来。记者陈林旭凯台北报道。桃园国际机场今年的这个旅运量呢，到达已经超过1000万啊，这是比去年搁较提早1礼拜左右就达到这个数字。机场公司是继续来推动各项的大建设，虽然讲最近呢，这中东地区情势是真严重，也毋过机场公司呢认为讲有可能冲击到这全球航空业的营运。毋过看咱民国115年这发展，也是会当期待的。
甲行李拖咧到柜台报到，准备出国。转盘进前等待行李的旅客是足济。桃园国际机场自今年开始到3月初10，拢总69天，累积的旅运量已经有1000过1万人次，甲过年比起来，突破1000万人次的时间提早1礼拜左右。最喜欢去哪里？大概就欧洲跟日本啊。人潮哦，因为日本有很多联航啊，所以每次只要有联航的时间，我觉得人潮都蛮可怕的。喜欢去日本吧，对啊。那有明显感觉到桃机人潮变多吗？是有啊，是一年会出过几次啊？大概2次左右。有明显感受到就是人潮变多？有非常非常多，对，因为现在国内旅游真的是价格偏高。桃园机场去年客运量有4780万人次，甲前年相比起6%，和2019年疫情进前比起来恢复98%。12月432万人次，阁是一个月内历史新高。机场公司嘛继续推出各项重大建设，提升营运。第3航厦是不是也有做营运的部分？目前第3航厦先启用的北廊厅有8个停机位。那在今年过年期间呢，其实总共输运了将近15万的旅客量是非常有帮助的。前几天啊，联邦快闪扩建桃园机场转运中心正式启用，全面电动化，甲半导体还有下境电商出口斗3工。副总统萧美琴嘛到场。除了旅运，伫咧货运方面，机场公司表示，去年货运总量有250万吨，历史第3悬。自由贸易港区营运嘛有成长，进出口贸易额突破新台币5兆，一年就增加116%。最近因为中东的情势欠悬，有机场公司认为可能会影响到全球航空业的营运。不过，伫咧115年发展，也是有成长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即马超高龄的社会，这台湾偏乡的医疗有关是真大的问题。伫咧台南呢，有一个家医科的医师罗宏华，就算人已经退休，伊也是徛伫咧上头前，投入这居家的医疗，行入台南的偏乡，把这温暖甲爱送去到上瓦近时代生活的所在。种花呢，在观察植物是否它有没有毛病啊，有没有缺水啊，跟看病人一样。修剪大话详细宣看，罗宏华医师甲照顾食物的心得，专做对病人的观察。退休了后，伊选择退而不休，那成立居家医疗诊所，佮甲服务延伸到台南庄卡，甲医疗带入高龄者上熟悉的生活场所。如果是到庙等于是就在这边居民，等于就在他家旁边，就好像也是去他们家，所以到偏乡呢，也好像有居家医疗的那种精神在，就到不方便出门的家里面去看病。每礼拜4早起，北门新五宝宫的广播声一个响，长辈就会慢慢啊行来庙宇看病。熟悉空间降低看区就医的体力负担，嘛化解高龄者面对医疗体系的心理压力。因为信仰庙宇是老人家的信仰中心，所以老人家如果白天或者是下午闲没事的时候，都会聚集在公庙这边聊天。宗教的信仰是更容易让老人家放下心防，然后愿意走出来。用这种方式替病人看病，虽然缓解增加医疗需求，却嘛凸显台湾分级医疗无好的问题。当社会普遍爱去大病院，毋那造成医学中心负担伤过重，嘛互基层医疗角色变差。罗医师的行动，都要为这款的体系缺失提出一种在地解放。如果我们每个社区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诊所的医师，然后他是愿意做在宅啊，愿意做巡回，那愿意做门诊，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够跟医院保持很好的衔接。这个我觉得对偏乡的民众来说会是蛮有保障的。当高龄化变甲真世常，医疗袂过是药物甲诊断，是定根伫社区的长期陪伴。对更较侪医疗资源行入庄卡，嘛为长辈的在地安老画出更较有尊严的未来。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市传统彩绘舞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房振兴老师，伫咧初7传出过往的消息，伊是食到83岁。这个房老师呢，上届特殊的作品，就是用伊的镜头啊、甲手盘运这染料，用长的方式来替这庙红仔来食色。即嘛文化部也按算伫咧18伊的告别式时，要来办这敬用证来甲感谢。
家己想啊，家己画，2当安尼会当画起来，我感觉足满意。咱甲多天开，那小解家己上满意的作品，伊是高雄市头一个登录无形文化资产的传统彩绘保存者房正兴。即摆传出房正兴老师伫咧初七已经往生啊，享受83岁，互大家感觉真毋甘。高雄市历史博物馆表示，房正兴是一位天生的画家，只要看文字的小解，就会当画出传神的人物画。尤其是用手部甲整知影一眼一眼上色的做法，更是伊独门的画法。房正兴一生除了伫中南部的庙寺留下侪作品以外，对传统彩绘传承嘛付出真侪心力。对2020年起，佮申请文化部补助，连续6年办传习课程。他其实只要听到教学2个字的时候，他其实是整个人是像生龙活虎一样的。包括像去年的时候，那个他的传习班，他还来一个突发奇想说，我们干脆来个校外教学好了，然后还带了学生，然后到嘉义去，然后看他好几十年前的一个彩绘。房正兴是高雄真定人，伊工作室附近的西甲公祭宫都有真侪房正兴的作品，有的是伊早年的创作，有的是伊带后生做伙完成的。庙方人员讲，房老师定定带学生囡仔来遮上课，亲像庙门的门神甲门道顶的彩绘，拢是伊讲课的题材。他的胡须很逼真，很细腻。对，迄当初老师冇给你介绍。对，所以他的胡须的那个画法不太一样。高雄历史博物馆表示，房正兴老师的告别式第18举办，到时文化部也会颁发金庸章，感谢其对传统彩绘贡献。另外，房正兴雄雄过往，和今年度已经通过申请的传习课程有变数，今摆官方也等咧争取，看敢会当由伊的后生来接手上课。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再来看日本宫山学艺馆高等学校呢，是有40个位师生来到台湾参访，因是去到屏东的平营高中。这2边的学生呢，是互相来交流文化甲 AI 的创作，甚至这平营高中呢，是透过表演，让日本的学生会当体验到台湾的文化。日本学生整齐有力的和太鼓表演，真有气势，震撼台下观众。平营高中的合唱团嘛用歌声来欢迎，因拢是对日本宫山学艺馆高等学校来的学生。台湾和日本这2间姊妹学校，透过音乐和表演交流，唔但各自展现家己的文化特色，嘛让现场的老师学生感受到2国的感情。台湾のご飯です。小籠包、台湾ならではの文化。さっきのダンスもそうです。虽然交流就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有那个语言的隔阂，可以又透过那个肢体的语言去沟通。除了文化表演交流，2边学生搁做伙进行 AI 的创作活动。学生囡仔分组讨论创意，运用人工智慧工具做影片，轮流上台分享因的作品。下暗搁有安排寄大的活动，寄大家庭带日本学生去踅夜市，体验上有台湾味的好食米。この交流はもう14年続いています。台湾と本当に親しくして、子供たちが仲良く、そしてお互いの国を理解し合って、で仲良く世界のために一緒に仲良く頑張ってほしいと。用一个世界国际的语言，就是英文啊，一起在那边交流。那今年呢，又来到我们学校呢，我们就用不一样的方式，因为现在 AI 非常的。平营高中表示，对2021年和日本宫山学艺馆高校做姊妹校了后，持续推出学生交流活动，希望会当让2国学生有机会熟悉无同的教育环境，培养对话能力甲国际观。未来2校会继续交流，让台湾甲日本的感情愈来愈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即卖已经是 AI 的时代啊！伫民间呢，是有电信业者甲科技公司做伙来推出全新的 AI 语音辨识模型 MyVoca， 这是有通支援台湾复杂的语言环境，准确率有到97%。粗吼，你用迄粗胚刷纸甲大磨，佮用迄幼胚刷纸甲佮安怎佮时仔计。现场示范伫工厂的专业对话，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词。其实台湾的语言环境真复杂，除了华语，咱讲的嘛定掺台语和英语等等。但是以目前世界有名的 OpenAI Whisper 模型，却真好正确呈现意思，并间有电信业者甲科技公司投入研发，在12发表全新的 AI 语音辨识模型 MyVoca， 通支援台湾的语言环境。请问你叫的什么时阵入去大甲退房咧？就是后礼拜3到后礼拜5啦。
业者表示，这个台湾开发的语音辨识模型，训练的语料拢是投入资金去找各行各业去录音整理的，但已经用伫会议记录、客户服务甲医疗长照等等。合作开发的科技公司指出，精准度已经有到17%，那转译的速度嘛比 Whisper 紧6倍。你讲木材工厂的、铁工厂的，你若无挑过去找人来录，迄是无可能的。啊，阮就是安尼做，阮就是爱甲这种文字透过阮的技术去甲伊，其实是爱甲伊产生出来。我们在60线的表现，我们一次可以，它的延迟率只到了1.083秒，意思你刚讲完话，其实文字就出来了，它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表现。即嘛是世界各国拢咧比算力甲 AI 竞争的时代，业者希望这个新的模型伫未来通协助台湾的企业提升竞争力。所以部嘛表示愿意提供免费的算力，互各行各业通继续做新的技术开发。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这阵啊，这美伊战争呢是当咧紧张。伫咧美国的密西根州这单呢，是有一个黎巴嫩的这个男性，伊是驶卡车冲入去犹太会堂内底，拢总有几60人受伤。这危害另外是现场甲这嫌犯甲断死。后来调查发现讲，这个嫌犯伊的亲人伫咧这几天，就是因为狂食过身去的。犯案的动机犹阁需要确认。一个月前，这间伫密西根州西布罗姆菲尼迪镇的犹太会堂，新职甲工作人员才拄接受 FBI 举办的庆祝攻击防范甲应急训练，想袂到攻击真正发生啊！当地时间12拄过到，一个10当前才摕到美国公民身份的黎巴嫩查甫，驶一台卡车弄入去这间附设幼稚园甲学校的犹太会堂。It'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at things like this happen. 卡车强大的冲击力，唔但将会堂大门弄开，佮冲入去内底10米外才停落来。不过嫌犯提前一落车，就互维安人员开枪表示。随后，伊的车顶嘛，互发现大量火药。The hall was completely clear. We had to send people in with gas masks. 拄当攻击范围内的140个师生，甚至人员拢无受伤。现场简单一个维安人员互卡车弄着伤，另外30个执法人员互火烟砸着。警方初步调查，这个41岁原籍黎巴嫩的嫌犯，几60天前才甲人讲家己的亲人伫黎巴嫩空袭中过身。不过，确实的犯案动机是爱个调查。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州洛福克的老德明大学，伫同一天嘛拄着攻击，一个枪手12下早行入去上学伊的康斯坦大楼，对当咧上课的预备军官教室开枪，造成一个军事教授翘起，2个美军受伤。现场校员做伙将伊制服后，嫌犯当场无命。FBI 随后将这个事件认定做恐怖攻击。The shooter has been identified as Mohammed Baylor Jallow. In 2016, Jallow was arrested and pled guilty for attempting to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to ISIL, now known as ISIS. 出世伫西亚山谷的加洛，捌伫美国陆军做兵。10当前，加洛企图发动一场类似2009年德州奥德堡陆军基地大规模枪击案，以表示对 ISIS 的支援。迄阵造成13人死亡，30人受伤，是美国军事基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枪击案。伊2024 10月才因为这个案件出狱。FBI 甲记者表示，会甲伊认定做恐怖攻击，是因为伊伫攻击进前捌大声喊真主上大。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再来看世界真出名的小熊维尼，维尼乐普今年已经100岁啊！这迪士尼呢嘛特别为伊来安排规年烫天的庆祝活动。这只真古锥的熊仔囝对这囡仔册到放假，一直到即马慢慢成做是国际名称，甚至嘛因为生做真像这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果引起真大的议论。对1:1的电影摄影模型到5岁10色的百年特种，伫美国伯班克的迪士尼档案馆，当咧为小熊维尼举办100周年庆祝活动。自1960年代摕到版权以来，这只住伫森林的小熊，已经是下世代拢足介意的红啊。Winnie the Pooh is that lovable everyman, right? We see the frustrations that he has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because we see that too. So he's a little bit of a mirror on all of us. He's lovable, he's affable, he's that kind-hearted, tubby little stuff full of pluff, that we all love to embrace and enjoy. 小熊维尼伫1926年由英国作家米恩创作，个性有一寡调地故意，有情绪嘛真紧就刷刷去，就是这种凡事放轻松的感觉，袂多袂少世代，佮伫加入迪士尼大家庭了后，对英国红仔册变做世界影视明星。Pooh definitely is a bringer of joy
and he's very very calm. You never see Pooh get overly flustered. Even when he does get upset, there's a calmness to his demeanor, which I think most people really gravitate to. 这是这只本来应该平静、佮带来快乐的小熊，这几人所牵涉政治风波。2013年，美中领袖行做伙散步的相片，网友笑讲亲像小熊维尼佮跳跳虎，可能原本只是滚耍笑，后来所掺入各种复杂的情绪。小熊维尼伫中国境内几若摆封杀，即马佫正做全球反共强权佮出气的对象，不论是菲律宾街头也是台湾，民众常常借维尼来抗议中国的压霸。 对单纯的红色到国际政治的禁忌红线，100岁维尼伫旁边甲火药味之间，写出1世纪以来上互人料想袂到的文化传奇。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英国一间动物园的装熊呢是困当4个月才拄结束，这保育人员是发现因伫这段期间平均是瘦25公斤左右。即马镜头带大家做伙来看这装熊古锥的模样。 伫咧草埔一直高高练，住伫英格兰贝德福郡这个英国上大的动物园内底，有4只棕熊，经过4个月困冻拄精神。养饲的人讲，因精神的时阵并未感觉枵，结果是食一寡菜色，想要做的代志，颠倒是先活动筋骨。Their body, certain things shut down in a certain way to allow them to sleep that long. I think it jus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get everything going again. So they definitely come out. Half asleep still, sort of plodding along. They're there, they want food, but like they'll quite happily snooze for a bit in the paddock. 养饲的人讲，拄精神的棕熊会一直拄久，煞尾才会活跳跳、欢欢喜喜斗阵佚佗。也若养饲的人，该因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先量体重。And they've all respectively lost around 25 kilos from when they went to sleep. They will still continue to lose weight at the moment, so. They kind of go up until about May of still losing weight, and then we get to May and they start to put weight on again. And 养饲人表示，5月是进入棕熊大鱼大肉的爆发期，逐工拢会摄取几若千卡路里的热量，因会一直想要食好大颗。养饲的人嘛发现，棕熊想要食的菜色会对胃口来变化。有时这个月爱食的菜，后个月就完全袂吸。也若棕熊变大颗，嘛是为着后一个困冬做准备。 目前棕熊并无列入灭绝的范围，不过动物园指出，因为失去栖地，还佫有人甲熊之间的冲突，欧洲一寡棕熊亚族群已经伫要灭绝。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扫了咱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受到大陆冷气团，也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 各地早暗的天气拢较寒冷，明仔载大陆冷气团会到豆仔减弱，一时的气温回升，但是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早暗的天气悠然天冷。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